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6月9号在家会族要分享的是受膏者。我们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61章1到11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至高上主的灵临到我，他膏立我，拣选了我，要我向贫穷的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要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以赛亚书61章第1节。这段经文分为3个部分，是在说明以色列虽然曾经被抛弃，但上帝将要使他复兴。讲到弥赛亚，他是被差遣来报告锡安复兴的好消息的。而以色列将要被重建，外国人将要来服侍以色列，以色列人要成为上帝的祭司，就是站在人跟上帝之间，成为一个管道。那锡安要赞美上帝，上帝要让万民都赞美他。先知在本章用第一人称，用我来表达上帝仆人的身份。事实上，先知的确是上帝所呼召的仆人，但除此之外，这一章其实在指向那位要来拯救万民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仆人是上帝所膏立的，并且有上帝的灵同在，而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包括宣告人可以得医治、得释放这样美好的福音消息。他要逆转人原本认为我就是这样的宿命，他使华冠代替灰尘，使喜乐代替悲哀，使赞美来代替忧伤。在4到9节里面，先知也带出了上帝仆人的信息，这信息可以说是一个重建的信息，当中指出上帝必叫人把废止、荒场以及倒塌已久的城邑要重新建造起来，并且复兴起来。另外一方面，先知也预言外邦人要服侍上帝的子民，而上帝的子民要成为祭司，引导这些外邦人悉同他们丰富的财物，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朝圣敬拜。在那个日子，上帝的子民他们不再蒙羞，反而他们的生命要被重建，有真正的喜乐和尊荣。上帝的仆人弥赛亚是以宣扬重建生命的信息为重要的责任，这也正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他极力的宣扬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他要说得更明白。那作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宣扬主所说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除了有言语上的宣讲之外，他还医病赶鬼，以及与这些弱势的族群同在。这一切都是叫被病魔、污鬼以至于罪污捆绑的人可以得着释放，让他们由忧伤能够变为喜乐。而这正是这一段经文所描述上帝仆人的工作。那作为我们追随基督的人，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来说明向这些有需要的人，来彰显上帝的爱，说明上帝的真理，也让他们能够体认到上帝也是爱他们的。我们来默想，耶稣来到世上宣讲上帝拯救世人的好消息。特别我们在这疫情日渐严重的世代，我们可不可以思想一下，你会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传讲上帝的恩年，他要叫人得自由得释放呢？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来到世上，为了要向我们传讲天国的好消息，给我们世人有永生的盼望。你谦卑自己，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在这世人惊慌不安的时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知道怎样用各样的方法向这世人分享你所要给他们的平安和永恒的盼望。生命要得到重建，得到改变，使我们很快能够度过这疫情的黑暗时刻。每一个人在他的内心当中能够拥有你所赐的平安。面对这样的困境，靠着主你加给他们的力量，他们能够去胜过这些困境。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尤伯鸿牧师，祝福您一天充满上帝的荣光，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